多謝主席。梁生，梁振英先生，終於咧有機會同你直接對話，唔使隔空對話。UGL 嘅事件，我好多機會都可以同梁先生去講，包括可能喺法庭講，包括可能喺呢個專責委員會講。咁我嘅同事亦都好多同事啦，你見到都問咗 UGL 嘅問題。咁今日只不過係一個嘅適當嘅分工嘅啫。係咪一路做行會，一路可以收幾百萬甚至幾千萬港紙？主席，就呢個離職協議嚟講咧，喺我哋行會嘅申報同制度底下係不需要申報嘅。呢個我同特區政府咧都講咗好多次。嚟㗎，唔好再呃人啦！人渣，人渣，人渣，人渣。咁佢就同我講嘅話，佢幾擔心嘅，因為佢有個鄰居咧就係精神科護士長嚟。咁我同佢講喎，小朋友，我睇到咧你嗰個 friend 咧呢幾日咧呢排咧成日笑眯眯咁樣咧，就不停咁樣翻查地過去嗰2年嗰啲 Facebook。咁咧佢就同嗰個小朋友講啊，哇！你呢個朋友咧，小朋友，你呢個朋友真係咧有晒精神失常嗰啲症狀。梁振英，你貪得無厭，欺上瞞下，做國家領導人唔係免死金牌。當年令計劃都係政協副主席，最終都要被雙規。你擔唔擔心你又同佢做咗政協副主席，同佢一樣有咁嘅下場？主席胡志偉議員咧繼續喺度炒作，中央對香港發生嘅每一件事，對香港嘅一啲言論，中央係十分清楚。你會否出席立法會 UGL 嘅調查委員會嘅調查？視乎呢個調查委員會嘅作用係乜嘢？如果呢個調查委員會嘅作用只不過係炒冷飯、做政治 show 嘅話，咁我相信任何一個人個答案都會好簡單。大家聽到啦，繼續一貫嘅語言藝術。而家問你會唔會出席？如果你覺得係冇需要嘅話，你何苦要當時嘅副主席周浩鼎改去編稿，搞咗40幾項，要人哋嚟到點樣嘅調查嘅方向呢？係不能夠猜測議員嘅動機嘅。佢話我哋炒冷飯、政治操作係對我哋議員嘅侮辱嚟嘅。